好，歡迎今日大家收睇 Michelle Channel 啦。咁今堂咧就會做一個15分鐘嘅 weight training 啦。咁主要係想減走個拜拜肉啦，同埋做少少推胸嘅動作嘅。咁所需要嘅工具咧就要一對啞鈴啦。咁 Option 1嘅同學咧就可以用翻1至2 kg 啦。咁如果屋企冇啞鈴咧，其實可以攞住水樽都得嘅。咁 Option 2嘅同學咧就可以攞3至5 kg 啦。咁自己做翻自己嘅 option 啦。咁就我哋做之前咧，做翻少少簡單嘅拉伸。我哋吸氣手向上，呼氣放鬆，再嚟多次吸氣手向上，呼氣放鬆。跟住手咧，你嘅左手拉直，右手咧就撳實你個 elbow， 呼氣拍埋嚟。放鬆相反方向，左手伸直，跟住另外右手咧就撳實過嚟嘅。再呼氣放鬆，做翻少少簡單嘅轉。咁我哋就開始上堂啦。咁攞住呢個啞鈴咧，其實我哋首先減我哋第一個拜拜肉啦。咁吸氣手向上升高，呼氣咧，你成隻手咧伸直嘅。跟住慢慢咁向下，呢個45度向下咁樣垂低，呼氣放鬆向上。我哋做15下，第2下，第3下，第4下。做嘅時候咧，隻手要全部伸直嘅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放鬆。我哋一組係12下嘅，咁就要做3組嘅。咁我哋做另外一隻手啦，吸氣伸直，呼氣落低，保持隻手垂直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放鬆，做埋另外一邊。吸氣伸直，呼氣向下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好，呢個做咗第2組啦，跟住左手繼續。通常我都見到好多女仔同學咧就好懊惱，就話：哎呀，點樣減拜拜肉嘅？其實拜拜肉咧，你係磅數拎得輕，次數要做得多。4、5，你持之以恆咧，你個拜拜肉會慢慢收翻嘅啦。8、9、10、11、12，放鬆放低，做埋另一邊第3組啦。吸氣伸直，呼氣落翻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放鬆。做埋左手第3組，吸氣手向上，呼氣落翻嚟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
9、10、11、12，好，非常好。咁我哋就做咗減拜拜肉呢個動作啦。跟住咧就再做一個我哋呢個 muscle 嘅動作嘅。其實做咧就係簡單嘅啫。咁平時咧就拎住呢個啞鈴咁樣向上咁樣上。咁因為我咧好中意好高效率咁樣做運動嘅。咁當然我會兩個啞鈴一齊拎啦。如果可以嘅話，咁我哋就喺度做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放鬆。咁我哋個手個肌肉咧，其實除咗拜拜肉，即係後面呢個肌肉啦，其實都要鍛鍊埋呢個老鼠仔嘅。咁我哋先至個線條咧，由內而外咧都係 firm 嘅，唔係淨係單做一組嘅啫。休息完咧，進入第二組啦，加油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第二組我哋再放鬆。我哋進入第三組啦，拎住個啞鈴，預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放鬆，咁我哋做咗3組呢個老鼠仔㗎啦，跟住下一組咧，我哋就做翻個推胸嘅動作啦。咁首先咧，你就成個人瞓喺個脊度，跟住兩個啞鈴咧就擺喺手呢個位啦。其實我哋拎好咗之後咧，將翻呢個啞鈴咧向上推，向上推。咁呢一個係個推胸嘅動作嘅，咁我哋都係做每一組12下啦，跟住為3組嘅會加埋。咁預備好之後咧，將個啞鈴擺喺個心口呢個位。其實你 imagine 咧，你係想推高去到心口個胸口上面呢個位置，再落翻嚟。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、第6、第7、第8、第9、第10、11、12，放鬆，將個啞鈴擺翻側邊，我哋休息一陣。準備做第二組啦，將個啞鈴擺翻心口呢個位啦，跟住係繼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好放鬆，放翻個啞鈴落翻個地度。你應該 feel 到咧，如果個動作做得啱咧，其實個力位咧就會喺呢個胸口呢個位出嘅。
同埋你每做一組動作咧，你都要 focus 住你個腦咧，諗住係我呢一組肌肉喺度發緊力嘅。好，準備做第3組，預備好個眼力。Imagine 咧，你個力咧係由呢啲位出嘅，你個胸口呢個位出。好 focus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繼續努力。11、12，好放鬆，我哋做第3組啦。跟住咧，下一組動作咧，我哋起翻身先。咁呢個動作咧係需要企喺度做嘅。咁企喺度做咧，咁我哋係好似做一個好簡單打翻開隻手嘅。咁我拎開個啞鈴先，我示範一下個動作。咁呢個動作咧，你係 imagine 你自己企喺度啦，跟住再咁樣 swing 開。咁你 swing 開個動作咧，千祈唔好將隻手咧高過你個膊頭，係就咁喺呢個位就停啦。打開，打開，打開之後咧，你隻手係內旋嘅，向下旋。咁我預備好咧，拎翻好個啞鈴啦。咁就準備1、2、3，開始1、2、3、4。嗱，呢一組動作咧係練緊你個 shoulder 嘅。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好放鬆，放低個啞鈴。我哋練嗰個 shoulder 呢個動作咧，其實係練緊你呢一個膊頭個肌肉嘅。咁我哋打開嗰陣時，你就 imagine 我哋呢個力點喺度發嘅。咁我哋繼續進入第2組啦，攞翻個啞鈴，預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記住拎上去嗰陣時，個手唔好超過膊頭。12，我哋放鬆，記住個 elbow 呢一個位咧，擘開。好，休息咁上下之後咧，我進入第3組啦。拎翻好個啞鈴，預備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記住個 elbow 係擘開嘅，向外嘅。11，最後一個動作啦，12。好，我哋今日咧就做咗個好簡單嘅係我哋個拜拜肉啦，跟住老鼠仔啦，跟住仲有胸啦，同埋我哋啱啱做最後尾個動作 shoulder 嘅。咁今堂咧就好簡單咁樣做咗用啞鈴，全部都係上肢嘅運動嘅。咁我希望大家中意呢一堂啦。咁其實平時多啲鍛鍊，跟住呢個 routine 咧，根據你自己嘅能力咧，慢慢加重。最好咧由1、2磅、1、2 kg 開始啦，之後再可以提升咧，就去到3至5 kg 啦。咁大家自己量力而為。咁好啦，今堂就差唔多啦。我希望下一堂再見到大家啦，拜拜。